每一日，無論你當天遇到邊一個，係朋友、家人、同事，亦或係陌生人，都對佢哋付出喜悅。你可以俾佢哋一個微笑，一句讚美，一句善意嘅說話，或者一個善意嘅舉動，就係要給出喜悅，盡你所能確保你遇見嘅每一個人都因為睇到你而有更美好嘅一日。聽起嚟好似同你嘅人生並無關係，但請相信我，透過宇宙法則，你嘅人生同給出嘅喜悅係有密不可分嘅關係。當你將喜悅給予你遇見嘅每一個人時，你亦都為自己帶來喜悅。比別人嘅喜悅越多，你為自己帶嚟嘅喜悅就越多。好多人節食減重之後又會肥返，因為佢哋將注意力放喺減重上。其實你反而應該讓你完美嘅體重成為你嘅焦點。你將焦點放喺邊一度，就會吸引呢一樣嘢返嚟。吸引力法則一直就係咁樣運作。你一直將焦點放喺減重上面，所以你就會不斷咁周而復始咁樣需要去減重。又例如你而家有一身嘅債務，而你又好想得到財富自由嘅話，你需要將焦點轉移返去如何讓你財富自由方面，而唔係放喺你債務上。專注於同自己有關嘅美好事物。當你嘅心智開始批評你任何部分嘅時候，要撲滅呢一啲想法，馬上讓佢哋停止，並且將你嘅心智轉移到同你有關嘅美好事物上。如果專注喺呢啲關於你嘅美好事物，你就會吸引到豐盛嘅美好事物。我哋喺心智上都需要對自己好一啲，因為你係值得。豐盛美好嘅人生一直喺度等緊你。每個人都係自身生命嘅創造者，而我哋冇辦法喺別人嘅生命中創造，除非呢個人有意識地要求同樣嘅事物。例如話，如果某人希望身體健康，身邊嘅人就可以為佢將強大嘅焦點放喺純然嘅健康上。呢股正面能量會被呢個人所接收，因為呢一個亦都係佢自己嘅要求，而咁樣做對佢亦都有好大嘅幫助。當我哋與他人嘅頻率達到一致嘅時候，呢股能量就會加倍放大，亦都可以幫助到其他人盡快達成佢嘅目標。喺思想震動呢一本著作入面提到，我哋暢談萬有引力法則，但係忽略咗另一個同樣美好嘅表現形式——思想世界嘅吸引力法則。我哋好熟悉萬有引力法則嘅美好展現，佢將組成物質嘅原子聚在一起。我哋認識萬有引力法則嘅力量，它讓我們的身體被吸在地球上，讓運轉中嘅各個天體待在自己的位置，卻對那個為我們吸引來我們渴望或恐懼嘅事物，讓我們嘅人生成功或失敗嘅強大法則視而不見。當我們了解到思想是一種力量，是能量的顯化，擁有磁鐵般的吸引力時，我們就會開始明白，為什麼之前發生的許多事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黑暗。認識你自己，觀察你如何喺人生中顯化小事物，思考一下你內心對呢啲事物嘅感受，亦都試諗下佢哋來得幾咁容易，你就會發現你只係諗過呢一啲小事物一次之後再冇諗過，然後佢亦都顯化咗。真實狀況係你冇浮現任何同你想要嘅事物互相抵觸嘅想法，或者係講出任何相反嘅說話，因此吸引力法則可以做到佢哋嘅工作，將你所想要嘅事物逐一顯化俾你。想了解感恩嘅力量同魔法，你必須要親身體驗，因此我哋可以嘗試揾一日找出可以感謝嘅100件事開始。如果每日練習感恩，冇幾耐之後，感恩就會成為你嘅自然狀態。當你件事發生嘅時候，你就揭開咗一個生命嘅大秘密，你就會發現感恩嘅力量係幾咁龐大，就會好似魔法般，將更加多令你值得感恩嘅事返到去你身邊，讓你嘅生命活得更加豐盛同美滿。喺創造自己想要嘅一切過程中，你可以加入嘅最強大事物係乜嘢？就係為他人要求，
就好似為自己要求一樣。想做到呢一點，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就係為所有人要求，當然亦都包括你自己在內，為所有人要求美好嘅人生，平靜、富足、健康、愛以及快樂。當你為其他人要求嘅時候，你要求嘅事物會返到去你身上，如此一來，吸引力法則就涵蓋咗所有人。吸引力法則冇辦法改變你憎恨嘅任何事，因為憎恨會阻礙改變嘅出現，而吸引力法則所給予我哋嘅事物，就正正係我哋所釋放出去嘅東西。因此，當你憎恨某件事嘅時候，吸引力法則一定會持續俾你更加多令你憎恨嘅事。你冇辦法遠離你憎恨嘅一切，我哋唯有透過愛。如果你完全聚焦喺你喜愛嘅事物上，你就會走在通往美麗人生嘅道路上，而你所喜愛嘅事物亦都會一一咁出現喺你嘅身邊。批評會以非常隱蔽、微細嘅方式滲透到去我哋嘅思想入面。呢度有一啲例子可以幫助你覺察批評嘅微妙之處，咁樣你就可以將佢從你嘅思維中移除。例如今日天氣唔好，交通狀況非常之差，服務真係非常惡劣。你睇下今日又排長龍，而佢總係遲到。我哋所訂嘅嘢到底要幾時先至可以攞到？呢個駕駛者一定係個癲佬。呢度好熱，我已經喺電話線上等咗好耐。呢啲都係好微細嘅事，但係吸引力法則都會聽到。你有能力喺每個狀況入邊感謝某件事，總係有可以感謝嘅地方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